有2000多年历史的秘鲁纳斯卡线考古团体用要1世纪的时间，才发现438图。不过，即摆有科学家利用 AI 伫6个月内就发现300幅新的图。画面顶悬看到茫茫的圆壳啊，甲边仔的线条出现伫秘鲁的纳斯卡沙漠。考古学家用 AI 技术来解图，研判是一个人头壳顶有地装摊的物件。伫纳斯卡线缝发现了后的1世纪内底，考古团队透过解析度悬的影像技术，拢总嘛才解读出438涂骹的图。日本三雄大学考古学家坂井正人甲美国 IBM 合作，开发出 AI 辅助的技术，分析为空中翕的影像相关的数据。短短6个月，就研判出303张新的涂骹的图，数量是原底的2倍。也若这涂骹的图有的规模较细，较袂去互发现；也若图的内容有的是人形，有的是举刀的幼鹅、甲鸟类等等的动物。研究团队甲发现的成果发表伫国家科学院学报 PNAS。研究团队指出 ，AI 大幅度缩短判图的时间，而且会当精准定位出较会去风口歹去浮条形涂骹的图。考古学家透过这套 AI 系统发现的这个涂骹的图，因的风格、寸尺、甲主题，甲英国发现的大型线条涂骹的图无啥共款，显示无共种类的图有独有的意义甲用途。专家研判，浮条形的图主要是咧为人类这个主题，或者是有人饲的动物，甚至有斩首的人头。目的伫咧分享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信息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